以及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咧荃灣來來護老中心呢度咧出席今日美心月餅嘅共賞中秋千歲生日會，一齊嚟到咧同我哋探訪一班咧精靈活潑嘅老友記啊！首先介紹下自己先啦，我就今日嘅司儀，嚟自 TVB 嘅 Kip 霍家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係啦，俾掌聲嚟先。而呢個時候咧，我知道頭先咧喺活動開始之前咧，一班嘅老友記啦，一班嘅義工隊咧，全部都係精神奕奕咁樣咧跳咗好多舞嘅。咁而我哋嘅現場記者朋友都係充滿住愛心。咁大家知道啦，就係嚟緊咧星期日就會喺呢個中秋佳節啦嘛。咁所以呢個時候，不如咧我數3、2、1之後咧，各位老友記、各位義工隊嘅朋友同埋各位咁靚仔嘅記者朋友一齊同身邊嘅朋友咧祝賀講翻句中秋節快樂好唔好啊？我數3、2、1先嚇，準備3、2、1。中秋節快樂！好，積極參與嘅全部朋友都非常之好啊！記住啦，星期日咧就係呢個中秋佳節啦，大家玩得開心啲。咁至於講到今日嘅活動啦，就係美心月餅，今年咧就係繼續啊，同大家一齊咧共賞中秋味道嘅。咁啊透過啦參與好多嘅公益活動啦、慈善活動啦，繼續就係將咧中秋嘅嗰種溫暖同埋嗰種嘅愛心嘅味道咧，帶俾身邊唔同嘅一啲社群、一啲唔同嘅朋友㗎。咁而美心集團咧都秉承回饋社會嘅精神啦。咁就理解到咧，好多嘅老人家啦，其實係好需要咧，我哋身邊嘅朋友咧，好多嘅關懷，好多嘅支持，尤其是我哋後生仔嘅活力，令我哋嘅生活咧更加增添咗好多嘅色彩添㗎。咁所以咧，美心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同社企專研會合作，咁啊展開為期1年嘅千歲生日會活動。咁美心嘅義工隊啦，就係每月咧定期咧就會到訪啦，港九新界3間唔同嘅即係呢個護老嘅中心啦，就同超過500位嘅長者咧一齊慶祝一個咧反傳統嘅生日，同我哋舉辦一個咧別開生面嘅生日 party， 非常之有意義㗎。咁而今日啦，我哋都好開心啦，一齊嚟到咧荃灣來來護老中心呢度啦，同一班咁精